在中国看病跟在你们的国家看病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？我感觉你俩的护士啊、医生啊都是疯子，我告诉你。美国很疯狂的一个东西是我们那个救护车，可能救护车就开车个10分钟已经是1000块钱每次。我觉得中国有一个东西真的是万能的，就是多吃吃白开水就把它赶呀。中国医生非常好，抽血非常厉害。OK。一次就能做，一次就不管你有多黑，肯定能看到你的数字。你有点不舒服就去医院，这种情况正常吗如？果你早发现一个严重的病，可能很好处理；你可能晚几个月发现，就可能完蛋了。如果你去医院，肯定会查出来什么病。不是只有医生才可以帮助我们判断这些问题。一点点不舒服就去吃药了，你吃多了会出现耐药性，我觉得这就很严重了。健康很重要，而且你们知道现在全世界传染的病很快。用脚啊。用脚。